国立历史博物馆呢5月30到9月20举办种种未完特展，展览场有设 AI 互动游戏，用较轻松的方式来吸引少年世代接触讨论生死的议题。国立历史博物馆表示讲呢，这摆展览唔但有汉人的传统宗教，也加入台湾的祖灵信仰，希望民众会当透过无同款的角度来看生死的议题。 展场设 AI 互动电脑游戏，体验十王图，这是汉人传统文化。第位人过身后会接受十殿阎王的审判。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漳州未完特展，希望用较轻松的游戏讨论生死。馆长讲，当今社会对死亡已经无像过去遐尔禁忌，少年世代对生死议题嘛愈来愈有兴趣。所以这摆展览，冇用挖近少年人的方式，要让民众用多元的方式接触生死的议题。这个互动游戏也让年轻人体验一下，一直以来都是人类，存在着，应该是永远都会有在的这个有关生命的这个哲理的探讨，好。 主办单位讲，展览唔但呈现汉人传统宗教对生死的观念，嘛包含台湾族的祖灵信仰，希望和民众透过无同文化角度，看到对生死无同的解说。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禁忌去提起？不会，其实当我们就是我刚才讲的话，就是当我们有人往生的时候，我们会请祖灵回家。其实当祖灵回来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利用这个时间是跟我们的祖先。 伫展览的另外一边，博物馆嘛推出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国际特展，三甲东方甲西方下文明的两个展览，互民众对生死观有更较深的思考。记者郭金勇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